观众朋友来讲，2019年6月12日这一天，有侪反对倒换条例修订草案的香港人，走上街头去抗议，警察说法上百粒的催泪弹，甲侪民众抓起来，这个抗争运动就安尼愈来愈激烈。不过，香港国安法一个实施，有真侪参加运动的人才会重组，国不将来流亡。要即马6档过，才会流亡的人讲，因的家已经唔是原来的模样，只有继续伫咧外地生活，才会当互国家会记哩讲，一个香港自由的迄当时。警方动用催泪弹、手令枪支甲民众赶。2019年6月12日，伫香港为着反对倒换条例修订草案，真侪香港人去街路抗议。结果大家唔捌想到，这个自由的国家会互因这么青春。催泪弹在我们眼前爆开，那气味开始散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大家都是觉得很惊慌，直接往释放方面去跑，然后现场是超级混乱，就是差点会出现人踩人的情况。我们有一些人只是拿住水去到现场，然后旁边几个警察就把他压到地下打。原本和平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是允许的，然后在2019年的6月12号就变成是一个违法的行为。6年过去啊，苏当时香港警察的强制镇压，伫因的心内也是感觉真惊吓。香港版国安法实施了后，互因国不理想都要离开故乡，有的逃亡来台湾。较好运的像蔡志豪，透过专案摕到伫台湾定居的身份。是我来台以后发现说，真的是家里有被搜寻，然后有被这个警察想要逮捕的意思，那也不是很确定会不会香港，就开始去接洽一些议员啊，一些的跟我们长期一段时间协商，就是后来他们有成立一个交流办，也有成立说这个专案的审批。迄当阵反送中的香港人，也就是《苹果日报》创办人黎智英，政治控制控年12月份封关押到呾。加拿大国会机关呼吁加拿大政府，予伊拥有公民的身份，嘛希望香港当局甲伊放出来。当伫咧监狱内底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，初来佫一届互拘捕，而且互指控国安罪名，相当可能爱互关一世人。看到王之锋嘛，然后又被就是在狱中，然后再被控告。那这个状况底下，其实我们也会知道，回去香港风险很大的。在香港，我们可以看到6·4的集会已经没办法做了，那6·12的集会更没办法去做。那我们其实，在台湾至少还会有这个空间。陆委会呼吁中国甲香港政府，唔通阁对民主人士遐尔粗残。也若伫咧台湾的香港人，希望民主自由的台湾，唔通成做后一个香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